根据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抖音上发布的消息，大约有5000名汉族流动人口从中国河南省被带到东突厥散。视频显示，几十辆公共汽车在半夜停靠在乌鲁木齐市下属的昌吉公共汽车总站，里面坐满的是带着行李的汉族移民。自2017年以来，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散集中营关闭了近300万维吾尔人，并以就业为借口，将数十万维吾尔人转移至中国大陆的工厂做奴隶。同时，为了改变该地区的人口结构，当局大力推动汉族人移民到东突厥散定居。当局承诺为定居者提供土地、商业、住房、财政支持和各种特权，从而加快了汉族人迁居进程。为了加速宗教中国化的进程，中国政府除了在东突厥散开展拘押的行动外，也大规模拆毁或破坏伊斯兰清真寺、穆斯林墓园和圣陵以及维吾尔社区。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在一份题为《摧毁信仰：对维吾尔清真寺和马扎的毁灭、亵渎》的报告中指出，摧毁清真寺的运动始自2016年。与此同时，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被大规模拘押。中国政府以清真寺改整计划为名，以不安全建筑为理由，在2016年至2019年内拆除了数千座清真寺，其中多达1万座清真寺被摧毁。为了应对国际社会的批评，当局将一些著名的清真寺开放游客访问，但是禁止在里面祈祷。卡什埃提嘎尔清真寺也是其中之一。最近有报道称，悬挂在卡什埃提嘎尔清真寺大门上的伊斯兰图案被当局移除。该图案历史追随到1908年，上面写有古兰经经文。英国外相拉布、澳大利亚外长佩恩、加拿大外长菲利普和美国国务卿蓬佩恩周四发表联合声明，再次对北京决定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表示关切。中国人大通过有关香港国安法的决议之后，英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外长签发联合声明，谴责北京强行实施国安法，将威胁香港人民的自由，严重削弱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香港的自治地位。声明表示，香港作为自由堡垒而繁荣，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对于国际社会的长期利益至关重要，而北京当局直接立法将限制香港人的自由，也会大大削弱香港的自治。联合声明指出，北京决定将新的国安法强加给香港，与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在联合国注册的中英联合声明构成直接冲突，摧毁一国两制框架，增加在香港政治监控的可能性，也损害保障香港人权的现有承诺。马来西亚土著团结党当地时间5月28日傍晚开具声明，宣布开除党创始人之一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党籍。同时被开除的还有马哈蒂尔之子、土著团结党署理主席穆克利兹、土著团结党青年团团长塞沙迪、前教育部长马志里及阿米丁沙利，他们和马哈蒂尔都是现任国会议员。声明谴责政府5月28日举行政权更替后首次国会会议上，马哈蒂尔与上述4名议员没有坐在国民联盟政府区域，反倒同反对党希望联盟政府的议员们坐在了一起。土著团结党是马哈蒂尔离开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后创建的政党，在2018年支持马哈蒂尔赢得马来西亚大选后，土著团结党作为胜选的希望联盟成员党成为执党之一。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推特在其推文上加标签，周四签署行政命令，意图要求推特负起更多法律责任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28日签署行政命令，试图驱除或弱化美国给予推特、脸书等社交媒体的法律责任豁免。特朗普在椭圆办公室说，事实查核充其量只是政治激进主义。他说，他针对社交媒体发布的行政命令意味着他们不再被豁免法律责任。特朗普称，我要找律师谈谈，要经过法律程序，如果可以合法的关闭，我会做的。